昨天内地报道，咧看到係最近10年內，唔但像香港新年嘅男士受到性侵嘅案件紀錄警告，就維護普嘅統計涵蓋發現，新年男士性侵兒童嘅那個反應之中，有2到3成是在成年時節都受到性侵，不過因為冇求救，還有接受有效嘅治療，睇嚟過後顛倒變做假回應。從咁樣嘅情況下，呢下嘅性侵會諷刺教育工作。都強化了解諷刺技巧嘅訓練之外，也應該為好好思考到底運用嘅公帶性侵害案件嘅危險嘅因素。我看看你發育正不正常啊！不要了，傑哥。喺工作地寫嚟嘅美為本人心情，性別平等先導影片推出過後，連名路紅一下嘅受貴數人注意。影片都向受害者又驚又無嘅世界下進行嘅反應，下後還係幾多人嘅口頭語。不過，按數人注意並冇表示太多嘅教育先導嘅效益，顛倒看得出台灣社會還係幾唔了解，寫嚟嘅美為本人心情。我們對於所謂的一些預防宣導的工作其實是不夠的。我們經常的很努力的是對於所謂的一個性侵害事件的發生，而給予被害人治療，而給予加害人可能司法訴訟，並且入監，還有一些治療的模式。但是我也會呼籲我們的政府部門，其實有關於相關的預防的工作，或者是相關這樣性侵害宣導的工作，是不斷的要進行的。摸俊哥的某一個敏感部位，好，請問這樣是不是騷擾？請作答。一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定，學校每一年至少要有4點鐘嘅性侵害防治教育課程。課程設計教學生嘅要有保護自己人身主權嘅觀念，希望對加強人嘅觀念來降低性侵害嘅發生率。不過，每因為數年性侵害單單都係什麼嘅人，前頭嘅對象冇去注意到誰來嘅。女生可能在出入安全的環境，或者是他們在交友的部分，不管是家長或老師有比較多的提醒。可是，在男生的部分呢，男生一方面對於身體界限，也就是男生跟男生或者是男生跟其他的人的界限裡面呢，他可能會有比較多的模糊地帶。韓國社內嘅對性別教育議題當中，教會主題轉變做批會在各世界下，唔單止未接受嘅長途講台，社內學生嘅態度。你會係度高冇正經，你會感覺男生是比較，就是你放什麼，你講什麼東西，他跟你比較回饋。然後如果女生是靜靜的聽，這種情況下，其實你會感覺好像男生比較有學習，可是其實我們會反而會比較擔心，在他的某些既定的價值觀上，我們反而是比較難去影響他的。那你會怎麼辦？當然是先跟父母講，然後還有跟班導啊，然後輔導師。照衛生福利部統計，台灣有2到3成嘅男性性侵兒童犯，做成年嘅家下是本人性侵害過。不過因為係細粒嘅，就唔敢講出來，我就係講嘅美無人心。所以男性嘅受害者，就算想愛請子女，還有親人來同意聽訴，未必什麼嘅人行過困難。第二呢情形，部門機關對男性嘅性侵害防治教育同樣要注意。因為也唔單止對調節性別嘅示範影響有幫助，還希望為降低未來性侵案件可能發生嘅危險。下個新聞分享上陳欣怡綜合報道。